企滿晒啦，嗱冇假噶，睇嚟都要等到晏晝咯喎。唔緊要噶，我等錢㗎，你會等佢啊？錢啊，香港人嚟噶嘛，一個 S 兩棟啊！我嗰條啊03年5月份買㗎，2兩幾都係9800，你今日幾多錢啊？有10幾萬攞嚟飲飲食食夠好啦，改善下啲生活。咪4萬1嗰時嚟過一次，4萬2又嚟過一次，都係罰咗啲咁升嘅真係。點知佢啲金價隨時有上有落㗎嘛？咁點知佢係咪聽日會跌啊？我哋而家升就買啦咁咯。做乜嘢啊？梗係好多用途啦，旅行啦，去做家用啊，乜都係要用佢嘅啦，係咪？